各位觀眾，人氣王姜濤一連9場個人演唱會，琴日17號頭場終於開鑼啦！佢喺台上又唱又跳，2個半小時演唱會絕無馬虎，認真唱好跳好每首歌，資料真係好豐富啊！唔知講邊樣先好呢？不如首先帶大家睇下場外盛況。今次真係唔講得笑，開 show 前過千姜糖已經塞爆亞博附近間酒店，個停車場俾燈牌照到閃閃下，齊齊影大合照嗌 good show。個場面勁墟冚，未入場已經覺得好熱血。大家好，歡迎光臨 Solo Talk。姜糖們真係超有諗頭，佢哋唔止嚟打氣咁簡單，仲喺酒店裏面整咗個超級大型粉絲應援區。你估下有幾多個打卡位？足足30個啊！行入去真係好似去咗個迷你展覽會咁。其中最特別係嗰個手織花籃，睇得出真係一針一線織出嚟，心思多到滿瀉。仲見到有美國、加拿大嘅姜糖整應援版漂洋過海，真係有種全球一齊撐姜濤嘅感覺啊！現場仲有部即影即有相機任你影，同埋有塊超大嘅心意牆俾大家寫祝福，淨係喺度玩同感受嗰份愛，都已經值回票價啦。講到演唱會周邊，相信好多粉絲都好關心。之前已經官宣會將今次演唱會所有周邊產品同姜濤個人專輯嘅全部盈利捐出去支援大埔火災嘅居民，呢個決定真係好有愛心，抵讚。不過琴日頭場現場就唔見有銷售攤位，原來官方安排咗喺4月23號先至正式開始發售，所以話大家想買 T 買帽買熒光棒嚟支持偶像同做慈善，就要記低呢個日子，密切留意官方消息啦。遲啲買唔緊要，最重要係份心意同實際幫助能夠送到有需要嘅人手上。跟住就係全晚最爆驚喜嘅嘉賓環節，雖然之前有傳出，但開 show前僅1個鐘先至公布確認，頭場嘉賓原來真係王嘉爾，大家開心又興奮。王嘉爾一上台就同姜濤合唱咗 Make Me a Man， 現場氣氛即刻戲劇性升溫。唱完歌，佢好認真咁同姜濤講話，好榮幸見到你同愛人同家人。就係呢句愛人，即刻搞到全場起哄。姜濤忍唔住笑住大聲澄清，話係家人啊！呢個互動真係又甜又好笑。姜濤跟住就甜笑住話，覺得自己好似發緊夢啊！點解呢？原來係因為幾年前，王嘉爾曾經主動喺社交平台私信佢，寫咗好多鼓勵嘅說話俾佢。跟住王嘉爾話，一齊陪你度過風風雨雨，高高低低，係愛你嘅人同愛我嘅人，希望你哋可以長長久久。呢番說話好真摯，聽得出佢真係由心入面好撐呢位後輩。之後2個人就再合唱多一首 Every Single Time， 唱完之後，到王嘉爾要返後台啦。佢行到升降台，就喺落台前嗰一刻，特登再同姜濤握手，仲講咗句話喺下面等你。就係呢句話，令到姜濤一個唔小心自爆咗演唱會流程，話仲有2首歌。呢個穿煲場面絕對入選全晚最搞笑又溫馨嘅時刻之一。見到2位網友嘅互動，覺得好有趣啊！總括嚟講一個字，係愛啊！真係由頭暖到落尾。粉絲嘅全力應援，偶像同團隊將收益回饋社會，再到前輩巨星嘅義氣撐場，其實係一個大型嘅愛心循環現場啊！姜濤同姜糖之間，再加埋前輩嘅力撐，呢種大家互相成就嘅關係，真心覺得好正。大家睇完呢條片，有咩諗法呢？如果喜歡的話，請訂閱、留言、讚好同分享出去，俾啲動力小編好嗎？呢個小台好需要大家支持，先至可以繼續行落去。多謝大家，約定你下條片見啦，拜拜。